今日分享3個老千常見嘅特質，尤其係第3個最重要。第一，首先佢哋會扮成成功人士或者專家去放低你嘅戒心，佢哋會喺衣着同埋外表上面落好多嘅功夫，尤其係佢哋會着西裝或者係着到企理啲，等到咧你喺視覺效果上面認為佢哋係一個值得信任嘅人。第二，佢哋就係利用一點，然後會提供極高嘅情緒價值，令到你覺得投其所好同埋相逢恨晚嘅感覺。如果你有呢啲感覺嘅時候，你即刻可以抽身懷疑自己係咪身處一個騙局嘅當中。而一個老千，佢哋喺談吐間已經呃鳩晒大家嘅錢啦。我哋見到 A 字傾紅色黑色嘅啤牌已經係完全冇撈練過噶。OK， 就算我哋而家撈亂晒啲啤牌，俾大家見到每一張都係唔同嘅位置。我哋而家撈亂一次，52張確保完全冇亂過啤牌。我哋而家攞起副啤牌搭整齊，我哋去玩一啲最常見嘅遊戲。假設我哋玩一鋪3公 ，OK， 3公牛牛或者有一點都可以。咁我哋咧而家洗一次牌，跟住落嚟我哋而家搓一次牌。以一個5家人嘅有一點為例，我哋已經派到一張煙一張鐳俾我自己嘅位置啦。OK， 我哋而家開次牌，再派牌煙同埋一張鐳，我哋已經成功攞到手啦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從此遠離賭博。多謝大家收睇。